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創立於1983年，致力培育學生追求卓越、終身學習嘅全人發展。學校着重於激勵學生學習興趣及創意思維，透過多元課程設計及營造英語豐富環境，俾學生經歷快樂而豐盛嘅學習階段，幫助每位學生自信成長，成就獨特人生。今年老師帶領同學參加全港學界狀元爭霸戰2025，同學於小二英文同小一數學勇奪狀元殊榮，並合共取得25金、16銀、6銅嘅優異佳績。同時，學校同埋老師分別奪得狀元學府大獎同埋狀元資師大獎。而家有請張美儀校長分享學校未來新科技、學習發展同埋英語教育心得。大家好，我係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張美儀校長。我哋學校係以民幸忠信為校訓，既着重學生學習豐富嘅知識技能，同時重視培養學生良好嘅品德，同埋發展佢哋嘅潛能。我哋嘅學校願景係俾學生都樂於閱讀，熱愛學習，盡展潛能，並且能夠堅毅自強，追求卓越，迎見豐盛嘅人生。我哋學校除咗不斷優化校本課程，加入好多唔同嘅學習元素，例如配合 AI 同埋電子學習，亦都非常着重學生，為佢哋提供多元嘅學習經歷。因此，學校推行校本綜合藝術課，喺正規嘅課程以外，特別安排課時，俾全體嘅學生都有機會接觸唔同嘅藝術範疇，例如學習陶藝、書法、國畫、創意舞蹈、花式跳繩、非洲鼓、攝影、武術、粵劇等等。喺過程裏邊，俾學生發揮創意，享受呢個學習藝術嘅樂趣。我哋每個星期都特定時段安排咗飛躍教室同埋聯課活動，俾學生透過互相合作進行延展學習，豐富佢哋嘅知識技能，同埋發展佢哋嘅共通能力，達至全人教育嘅目標。此外，我哋亦都相信每個學生都有佢哋唔同嘅閃光點，學校致力創設機會俾佢哋發展潛能，因此推行一生一體藝、一人一樂器，作為培育學生潛能發展嘅目標，安排超過50多項唔同嘅課外活動，涵蓋學術、音樂同埋體藝範疇，例如創意戲劇表演、舞蹈、花式跳繩、田徑等等。同時亦都鼓勵學生每個人學習一種樂器。當學生學習到一定水平之後，我哋會邀請佢哋加入本校嘅管弦樂團同埋中樂團，參與各項嘅表演同埋比賽。學校每年都舉辦綜藝表演晚會，俾學生有一個展現自己才華嘅平台，而學生都能夠喺舞台上面發揮所長。我係中文科科主任曹盈偉主任。語文科強調閱讀與寫作結合嘅學習，培養學生閱讀嘅興趣，全面發展學生讀寫聽說嘅綜合語文能力。我哋透過校本單元課程組構、多元教學設計、課堂互動活動，並喺初小滲入喜悅寫意元素，讓學生透過有趣嘅學習活動去認讀字詞，增強閱讀能力，奠定學習語文嘅基礎。品德培育及文化傳承都係中文科課程嘅核心。本校讓學生分階段學習中華經典名篇，並喺高年級設文言文課程，期望學生透過學習文言文累積語感，提升語文能力，並從中傳承中華文化中嘅優良品德。學校亦會舉行中華文化日活動，讓學生學習不同範疇嘅傳統文化知識，認識中國文化嘅博大精深。此外，我哋都會定期舉辦多元化嘅活動，譬如介紹中國古代歷史名人嘅趣聞軼事、古代詩歌、攤位遊戲、話劇欣賞、辯論比賽等，讓學生透過唔同形式嘅活動提升語文能力及學習興趣。I am the English Subject Coordinator, Mr. Kwok. Our English department is dedicated to fostering an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in which language learning happens naturally throughout the school day. English is used in assemblies, announcements, English channels, book sharing videos, and student vlogs. While regular events invite every child to join, English weeks, mini theatres, afternoon English corners, themed recesses, Friday minigame sessions, and so on. Our nets work with teachers to design activities that connect language to real-life contexts, and hands-on tasks are central to this approach. For example, students read and write recipes while preparing food,
And they also bring procedural writing to life by planning and hosting a student fun fair with their own DIY games. Our school offers energetic platforms for students to shine. Keen debaters sharpen critical thinking and quick response language in school and inter-school debates. Our English musical turns stories into colorful song and dance productions where drama, rhythm, and language meet. Confident speakers perform at annual storytelling exhibitions to inspire creativity and motivate reading. Each platform celebrates different talents and builds real-world communication skills. All these strategies produce measurable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ssessments, with many students reaching CEFR B1 to B2 levels comparable to native-speaking 8th and 9th graders. Students have also won accolades in creative writing, public speaking, verse and prose speaking, and artistic performance. We remain committed to helping every child continue growing, so each success becomes a stepping stone to the next. 大家好，我係數學科科主任麥偉樂主任。本校嘅數學課程重點係引導學生理解同掌握數學基本概念同計算技巧，培養學生嘅數感、空間感、量感同分析數據嘅能力。數學堂推行協作、探究學習，幫助學生喺實踐中建立知識。教學設計以學生為中心，課堂內安排多元有趣嘅實作活動，例如利用不同嘅量度工具嚟量度、估算遊戲、排水法實驗同拼砌活動等。課堂以外安排數學遊蹤、攤位遊戲、解難訓練同桌上遊戲，讓學生透過合作同交流建立數學概念，發展佢哋嘅溝通、思考同解難嘅能力。同埋課程會引入生活化嘅學習情景，讓學生感受到數學同生活之間有密切嘅聯繫，並運用數學知識解決日常生活問題。另外，透過多元化嘅評估，包括紙筆同實作評估，全面檢視學生喺各個學習範疇嘅表現，並作出針對性嘅跟進同回饋。本校亦舉辦拔尖課程，安排數學表現突出嘅同學參加奧數培訓班，透過專題學習擴闊學生嘅知識，培養佢哋嘅運算、高階思維同解難嘅能力。我哋嘅學生每年都參加不同嘅國際性、全國性同全港性嘅數學比賽，都攞到好好嘅成績，屢獲殊榮。大家好，我係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嘅梁慧儀副校長。我哋學校為咗培育學生嘅學習興趣，提升創意同埋解難能力，發展佢哋嘅創新思維。科學課喺課堂內外都有好多動手做嘅探究實驗活動俾同學，配合埋電子學習工具，讓學生將學習難點變得容易掌握，成就咗以後開展嘅跨學科 STEAM 專題研習課程。我哋由初時只利用編程創作成品，發展到加入藝術元素，響視藝堂設計成品嘅外觀，音樂堂創作獨有嘅旋律，加上創意科技堂利用 3D 打印配合編程，每個同學都可以製作出獨一無二嘅作品。學生要綜合運用喺各科學到嘅知識同埋技能，就住唔同嘅主題進行專題研習。我哋今年更加加入閱讀同埋寫作嘅元素，讓學生就專題研習嘅主題閱讀相關嘅英文真實文本。除咗增加學生喺主題嘅認識，更加希望鼓勵學生能夠探索世界，讓學生所學嘅知識能夠真正融入到現實世界。人工智能已經成為當今科技領域嘅新趨勢，佢嘅出現同埋發展，除咗對我哋嘅生活產生深遠嘅影響，亦都令學生嘅學習方式有所改變。我哋老師已經編移咗高年級嘅創意編程校本課程，初步加入 AI 嘅元素。嚟緊我哋會加入更多 AI 元素嘅內容，以及引入更多嘅與 AI 有關嘅活動，讓學生有更多嘅體驗。除此以外，培養學生嘅數字素養亦都係十分重要嘅。我哋會喺課程深入唔同嘅品德教育，期望我哋嘅學生能夠以正確嘅價值觀、負責任同埋有道德咁樣去使用人工智能，成為有見識又有責任感嘅良好公民。學校深信每一位孩子都係獨特嘅、可塑嘅，一直以嚟都悉心培育每一位學生，着重激勵學生學習興趣同埋創意思維。
透過學生經歷快樂而豐盛嘅學習階段，培養學生追求卓越、終身學習嘅精神。